李小龍並非第一個征服荷里活嘅唐人，早喺1989年已經有一個香港女人着住旗袍，企喺美國電視黃金時段，攞到全美收視第一。佢就係葛蘭。2026年8月3號，佢離世嘅消息令三代人一齊定格，因為佢示範咗咩叫真正嘅傳奇，唔係紅一世，而係喺最靚最紅嗰一刻，親手合埋本書，任由世界揾佢62年都唔回頭。今日就講下呢位萬波女郎究竟憑乜嘢可以走得咁彈脫？葛蘭走咗，享年93歲，安詳離世。呢個名字年輕一代未必識，但呢種代字嘅斷層本屬正常。上一代人大概都聽過嗰把聲，我要你的愛，帶住爵士味又夾雜住上海腔調嘅嗓音，拉咗成70幾年，仍然鮮活。台灣導演蔡明亮拍動喺全套戲嘅結尾，依然用翻佢把聲。片尾字幕寫住：感謝還有葛蘭的歌聲陪伴我們。一個導演拍一部咁重要嘅戲，要攞翻幾十年前嘅一把聲嚟收尾，份量可見一斑。呢個唔係懷舊，而係一種跨越咗成個時代嘅致敬。時鐘撥翻去1964年，呢個故事與其講係關於死亡，不如講係關於一個更難解嘅字——消失。嗰年葛蘭31歲。人生最靚嘅年紀，自意最懵瘋嘅時刻，荷里活點過名，美國都出過碟，喺華人圈入面，佢係獨一無二嘅存在。識做戲，識跳舞，識開腔唱曲，樣樣通，樣樣正。人哋封佢做千面女郎。呢種級數嘅女人喺娛樂圈通常唔會走得甩，因為個名太值錢，個舞台唔會放你走，經理人、公司、觀眾都唔會由得你講聲唔做就唔做。但佢就係咁喺自己最紅嗰日下畫，輕描淡寫講咗句我不做啦，然後一聲唔出，消失咗62年。消失呢個字好重，世人成日以為藝人息影，一係轉行退休翻屋企現仔，聽落好平常。但要諗清楚，一個女人，一個世界級嘅藝術家，喺自己嘅名字仲響每一份報紙頭條嘅時候，做咗一個近乎鐵底嘅決定，唔留戀，唔回頭，唔俾任何一個人挽留佢。呢個唔係息影兩個字可以講得晒，而係一種近乎任性嘅決絕，一種普通人一世人都未必有嘅膽識。一個女人行到人生最高處，竟然話收手就收手，冇半分留戀。究竟乜嘢背景嘅女人先有咁嘅底氣？喺全世界都以為佢應該探戀，嗰盞燈嘅時候，一句唔要就唔要，答案要返去更早嘅上海嗰度揾。葛蘭原名張玉芳，1933年出世，喺南京喺上海長大。佢個屋企唔係普通人家，阿爸張敬立人稱賓人，係民國初年響班拜嘅財金官員，早年遠赴日本東京商科大學讀書，學成之後投身商界政界，一路做到有頭有面。佢個大佬張敬仁做過民國財政部次長，嗰個年代嘅財政部長係梁啟超，呢個背景唔係殷實兩隻字可以講得晒。葛蘭自己喺屋企13個兄弟姊妹入面排行12，一個財金世家嘅12千金。佢嗰種底氣同一般為咗揾食入行嘅女仔係兩碼子事。人哋入行想上位，想靠呢一行翻身，佢本身已經企喺山頂，行呢一步純粹係中意，純粹係好玩，純粹係想試一試呢種心態上嘅分野，就注定咗佢日後嘅去留可以咁蕩灘。呢種底氣唔止喺出身，仲喺教育細個嗰陣，葛蘭就開始學聲樂，跟住西洋美聲訓練一路學落去，學鋼琴、學表演、練鋼劇。泰斗余振飛都收過佢做徒弟，教佢鋼曲。呢個唔係報興趣班咁簡單，而係一種系統性貴族式嘅藝術培養，一步一步鋪出嚟嘅硬底子。佢嗰把聲底原本嘅劇本係想行歌劇路線，係茶花女嗰種正統西洋美聲，彈一唔係後尾大家熟悉嘅恰恰同慢波，即係話葛蘭本身嘅起點已經係一個降維打擊嘅高度。佢唔係響娛樂圈度慢慢磨出嚟嘅藝人，佢係帶住一身西洋古典嘅底子，先落嚟凡間嘅呢種底子買唔到學唔嚟，亦都冒充唔到。但命運呢樣嘢就係專登唔俾人順風順水。1919年，張家隨住大時代嘅浪，一家人南遷嚟香港。上海嗰間大屋一夜之間變咗做香港嘅小單位。呢種由高處跌落嚟嘅衝擊，對一個十幾歲嘅少女嚟講，絕對唔係浪漫嘅事。曾經有丫鬟服侍嘅生活，
一下子變成要自己執屋、自己實荷包過日子。但正正係呢種衝擊，逼佢由大小姐變成一個要真正靠自己雙手嘅人。呢個轉折對好多人嚟講可能係命運嘅懲罰，但對佢嚟講，倒似係命運嘅一次試煉。1992年，轉機嚟咗導演卜曼做開班招新血，葛蘭去咗試鏡。呢個唔係普通試鏡，而係響2000幾人爭崩頭嘅場面入面，佢企咗第一。當一個人由細到大已經打好晒底子，呢一刻不過係佢終於行到自己個舞台前面，推開道門而已。由呢一刻開始，張玉芳呢個名慢慢淡出，石蘭呢個藝名正式響光影入面活過嚟。1954年，荷里活巨星克拉克蓋博嚟到香港，拍緊一套叫《江湖客》嘅戲。劇情講一個美國女人嚟港揾老公，途中識咗個中國傭家女。劇組要揾一個識講英文嘅中國女演員扮呢個位，結果都係2000幾人去試，2000幾個女仔爭一個角色。呢個唔係揀人，而係一場消耗戰，突完一輪又一輪，直到最後得返一個人葛蘭。點解係佢？唔係單靠樣貌。當所有人都靠外表去撞運氣嗰陣，葛蘭直接攞出嚟嘅係流利到唔使打稿嘅英文，係名媛世家先培養得出嚟嘅氣度同儀態。人哋喺度背台詞，結結巴巴咁應付幾句英文對白，佢直接同外國導演傾偈，傾電影，傾角色嘅心理狀態。呢個唔係贏一個角色咁簡單，而係貼底嘅降維打擊。人哋仲喺度學緊初班，佢已經企咗喺終點。呢個時間點有幾特別？李小龍幾時先至真正踩入好來主流視野，俾全世界認識？1966年，青蜂塔葛蘭呢一步，行咗喺1954年，整整早咗12年。一個香港女人已經企咗喺荷里活嘅片場入面，同影帝同框做戲。呢個唔係後人加冕嘅，先驅係佢自己一步一步行出嚟嘅。真正令全城瘋狂嘅係1927年。曼波女郎上畫嗰刻，戲院散場，後生仔女唔係好似平時咁靜靜雞散水，佢哋喺街度即刻扭腰定住，學緊套戲入面嗰種拉丁節奏。有人喺舞會嗰度即席示範，有人偷偷響屋企個天台度練緊個舞步，學校度舞廳入面，人人都學緊嗰幾步。曼波呢兩隻字，一夜之間變成咗全城嘅生活態度，唔淨止係一套戲一首歌，而係一種活法。呢個突破嘅意義好大。嗰個年代嘅華語女星，大部分戲路都係苦情，被拋棄、被欺凌、被逼婚，犧牲自己成全男人，先至係當年賣座嘅公式。個個女主角結局唔係喊到淚流滿面，就係為咗個男人犧牲晒自己。你觀眾睇慣咗呢種悲劇，已經覺得女人嘅命就係咁。但葛蘭飾演嗰個角色剛好相反，佢係主動嘅，係自信嘅，係向前衝嘅。佢唔喺度等命運嚟揀佢，佢自己揀命運。佢唔喺嗰度等個男人嚟拯救佢，佢自己就係古仔嘅動力。呢個先叫做現代都市女性嘅肯型，係佢一手寫出嚟。喺全香港嘅銀幕都仲響播緊苦情戲嘅時候，佢率先話俾啲女仔聽，可以唔使喊，葛蘭仲未停低。1959年10月，美國國家電視台 NBC 請佢去荷里活，響著名歌手丹拿笑主持嘅節目《丹拿笑劇場》嗰度演出。一個中國女人喺1959年行入全美國嘅電視機入面。嗰個年代，美國人對東方女性嘅印象，大多數仲停留喺異國情調嗰種目光，即係話出現係為咗俾人睇唔同，而唔係俾人尊重本事。嗰晚全美有44嘅電視機跳咗去嗰個台，收視率全國第一。佢冇靠賣弄東方風情去討好觀眾，佢穿住旗袍企喺鏡頭前面，唱緊中英文歌曲，跳緊中國舞蹈，冇賣慘，冇獻媚，冇刻意扮演一個柔弱東方女子嘅角色去迎合觀眾嘅幻想，定係展現一種東方女性嘅力量同優雅。呢個先叫征服，唔係靠迎合，係靠實力去令人尊重。呢種分寸感講起嚟容易，做起嚟其實好難。幾多人喺外國舞台嗰度為咗掌聲，自願扮演一個被人睇低嘅角色。葛蘭冇佢用自己嘅方式話俾全世界聽，呢個先係我由美國電視黃金時段返到香港北角嘅夜總會，野玫瑰之戀將佢推上神壇。如果話曼波女郎係葛蘭嘅氣勢老鳳，
咁1960年嘅《野玫瑰之戀》就係佢嘅藝術老鳳。呢部戲底本改編自西洋歌劇《卡門》，故事是背景搬去北角嘅夜總會，拍出一種被人叫做東方卡門嘅氣質。作曲嘅係日本殿堂級音樂人服部良一，佢為呢部戲寫嘅《說不出的快活》、卡門首首都係經典，曲風融合咗爵士、拉丁同中文小調，聽落去難以分辨呢首歌究竟屬於邊個地方，因為佢根本就唔屬於一個地方，佢屬於一個時代嘅野心。戲入面，葛蘭飾演蝴蝶夫人嗰段着嘅和服，更加係有古仔嘅呢套和服，係日本影后八千草薰親自送俾佢嘅，就係八千草薰自己拍2日合製版蝴蝶夫人嗰套戲服。一個日本影后親自將自己拍戲用嘅戲服送俾一個香港女演員住，去演爾浩，一個關於東西方文化衝突嘅角色。呢個唔係普通嘅贈送，而係一種藝術上嘅傳承同認可，即係話喺八千草薰心目中，葛蘭係有資格接得住呢套戲服嘅人。呢個組合，法國嘅歌劇文本，日本嘅作曲家，日本影后嘅親贈戲服，香港嘅導演同演員，再加英文片名，行銷去世界各地。呢個唔係一部普通嘅商業歌舞片，而係一場藝術嘅大匯聚。7個唔同國家、唔同藝術形式喺呢部戲入面爆炸出嚟，燒出一種前無古人嘅光。導演係王天林，即係後嚟以爛片王聞名嘅導演王晶。佢老豆王天林一世人拍咗成300部戲，大部分都係為咗揾食嘅商業片，但《野玫瑰之戀》係佢傾盡心血去做嘅一部文藝片。有段古好出名，王晶40-50歲嗰陣，先至真正睇明呢部戲嘅份量。佢反過頭同老豆講咗一句：你係50年代嘅王家衛，呢個係幾大嘅平反。即 Q 以一世人拍咗成300部戲，大部分人記得嘅係佢啲賺錢商業片，但令自己個仔心悅誠服講出王家衛呢3隻字嘅係《野玫瑰之戀》，係葛蘭，一個女人冇讀過電影學院，冇刻意去計散風潮，單靠自己嗰身底子由荷里活試鏡場一路殺到美國電視黃金時段，再殺入亞洲藝術電影嘅殿堂級位置。呢種橫跨咗地域、語言、藝術形式嘅征服，喺同期嘅華語女星入面揾唔到第二個。人哋響度苦情，佢響度充樹；人哋響度等機會，佢自己創造機會；人哋響荷里活門口都未踏入過，佢已經企咗響美國電視黃金時段中間，收視率全國第一。呢個唔係幸運可以解釋得晒。呢個係實打實嘅武功。1961年，倫敦，葛蘭同富商高福全行埋一齊。呢單婚事表面睇係豪門2個字最靚嘅演號。望族之後，環球蜜月7個幾月，行足半個地球。回港之後，仲同尤敏做埋媾利，2大電懋台柱，一夜之間變成一家人。表面睇幾風光，幾似童話結局，但豪門呢2隻字從來唔只得風光咁簡單。豪門唔係一個安全嘅避風港，而係一個新嘅舞台。只不過呢個舞台冇燈光、冇掌聲，規矩仲要更加多。以前響片場，佢係主角，鏡頭一開，萬眾勤目。而家響屋企，佢要學做媳婦，學應酬，學響飯台上邊講邊笑邊留意邊個位坐邊個。呢種身份嘅切換，唔係換套衫咁簡單，係要將自己嗰種習慣咗被冷光燈追住嘅節奏，硬生生調校翻做一個屋企人嘅步伐。1962年第1屆金馬獎，葛蘭同尤敏同一部戲《星星月亮太陽》，一齊搭檔，一個飾演月亮，一個襯托星星。結果最佳女主角係尤敏葛蘭，冇份。呢個唔係邊個演得差，而係命運同機遇嘅微妙分配。打好同一個舞台，同一部戲，一齊出過力，一齊挨過通宵拍攝，一個攞咗後冠，一個繼續行自己嘅路。葛蘭心入面有冇嘢，冇人知道，佢冇講過。呢種嘢係唔會掏出嚟講嘅。冇聽過佢喺訪問度講，其實我嗰陣好唔開心。佢一世人都冇咁講過。但呢種微妙嘅擦身而過，往往先至係人生最真實嘅質地。唔係大鑼大鼓嘅得或失，係嗰一啖自己吞翻落肚嘅氣。喺獎座擺響人哋屋企，佢就要行翻出去笑住鼓掌，笑住恭喜人。呢種修養先至係真正嘅高手先做得到。而呢種差一步嘅命運，其實一路陪住佢葛蘭一世人。演技純熟，歌舞俱佳，但攞影后嘅運始終差咁啲。
呢個唔係佢唔夠好，係嗰個年代獎項有時真係計唔到藝術嘅份量。但佢從來冇因為呢樣嘢而收埋自己，或者刻意去爭一啖氣。佢仍然係千面女郎，仍然係全能嘅代表。呢個名廚唔係任何一個獎座可以取代得到。1964年，天意嚟咗6月20號，一班民航機喺台中神奧卡上空爆炸，機上57人全部罹難。裏面有電懋住創辦人陸運道同佢太太，仲有電懋總經理周海龍夫婦、製片部主人黃直波一齊去咗台北出席亞洲影展。電懋就係捧紅葛蘭嘅嗰間公司，係成個時代嘅王國。呢班人原本仲喺台中露風睇故宮國寶，原本嗰晚仲有壽宴等緊佢哋去圓山飯店慶祝陸運濤50大壽，一場空難，王國嘅頂窮柱冇咗，成個帝國一夜崩塌。係連當年嘅金馬獎都因為咁而停辦咗一屆。而就係同一年，葛蘭拍完《啼笑姻緣》上下集之後，宣布退出影壇歌壇。1964年，好似個天一早寫好咗劇本咁，令陸運濤喺台灣上空遇難，成個電影王國散晒。而葛蘭喺香港靜靜雞喺片場行出嚟，熄咗自己個神燈，一個係天意，一個係人為，但結果都一樣。嗰個歌舞升平嘅時代喺嗰一年正式斷氣。點解要走？好多人會諗，梗係因為老公有錢啦，唔使做嘢啦，梗係因為要搣路仔啦。但呢個講法太淺太簡單，不妨咁諗：一個女人，如果佢已經企咗喺山頂，睇晒全世界最靚嘅風景，佢會唔會識驚？經有一日，自己嘅聲音會變沙，自己嘅腰肢會唔再靈活，自己個名字慢慢由萬波女郎變成上咗年紀嘅前輩，慢慢由征服者變成被人比較嘅舊人做戲。呢一行最殘忍嘅唔係老，係被人見住你老。觀眾今日讚你靚，聽日就會攞你同後生嘅新人比較。呢種比較冇止境，亦都冇得贏。與其有一日俾人喺戲院嗰度睇住自己個身形唔再輕盈，唱腔唔再響亮，不如喺自己最靚嘅嗰一頁親手合埋本書。有時候真正嘅殘忍唔係捨唔得放手，而係太清醒咁知道自己終有一日會老，而呢個老會被全世界共同見證，共同拎嚟討論。與其等呢一日嚟到，等觀眾親眼見住自己由抱風跌落嚟，不如自己揀個時間，自己揀個姿勢退落去。佢用咗60幾年嘅寂寞去換一個永田嘅側影，換嚟嘅係全世界永遠記得佢31歲嗰個樣。如果每日照鏡見到自己一日老過一日，但仍要忍住唔去復出，唔去揾翻嗰啲唾手可得嘅掌聲，呢種定力需要幾深先做得到？平日呢個唔係逃避，係一種極致嘅藝術尊重，對觀眾嘅記憶負責，對自己嘅神話負責。可以話呢個係自私，係對自己太過保護，但都要承認呢個先至係最貼底嘅浪漫。佢寧願俾世人永遠記得佢31歲嗰種光，都唔俾人見到佢70歲、80歲響台上唱走音嗰種畫面。呢種決絕唔係人人捨得做，亦都唔係人人做得到。由1964年到2026年62年，呢62年葛蘭冇消失，佢只係轉咗另一種活法。佢拜師學京劇，認認真真咁學，唔係玩玩下咁擺個姿態。1989年，佢同好友一齊出咗張京曲唱片，叫做《京曲選誰》。佢做慈善間吳中出席文化界嘅聚會，佢深居簡出，先少響襟光燈下面出現。可以話，佢由一個征服全世界嘅巨星，變成咗一個守住屋企嘅女人。呢種轉變睇落好平凡，甚至有啲人會覺得可惜。咁勁嘅一個人，點解要收埋自己？但要明白，人生唔係淨係得一個舞台。前半世佢喺空光燈下面征服咗荷里活，征服咗 NBC， 征服咗成個亞洲嘅耳朵。後半世佢喺一個冇人影相嘅屋企入面，守住咗自己嘅家庭、自己嘅藝術，修養自己嘅一份寧靜。兩種人生同樣真實，同樣值得尊重。佢冇再企喺盲光燈下面，但佢仲喺度，仲有生活，仲有溫度，仲有屬於自己嘅日與夜。2025年佢慶生嗰陣，甄珍、林青霞都去咗林青霞讚佢一句：葛蘭依最漂亮。林青霞自己都係一代人心目中嘅女神，一個公認嘅絕色美人。佢肯咁講，唔係客氣說話。
呢個漂亮唔淨止係樣貌，係一種由內至外，由天后到主婦都冇跌過嘅氣韻。呢句讚美唔係讚佢保養得好，係讚佢一世人活得有分寸，定係活得通透。畫面翻去2026年8月3號嗰個下畫，一個93歲嘅老人安詳咁走咗。由東方夜禮到最後一個安安靜靜嘅主婦，葛蘭用佢一生示範咗一種好少人做到嘅嘢，喺人生嘅高峰親手撳落個暫停鍵。而家每個人都好驚錯過，好驚放手，好驚一停低就冇咗，好驚離開之後就冇人記得。社交媒體逼住人不斷曝光，不斷留住，不斷示明自己仲喺度。但葛蘭嘅一世講咗一個相反嘅道理，有時候懂得停先至係最大嘅智慧，肯放手先至係對自己、對觀眾最深情嘅交代。不妨問下自己，如果都企緊喺自己人生最靚嘅嗰一刻，事業最頂，感情最甜，樣貌最靚，狀態最好，有冇膽撳低嗰粒掣？定係都好似大部分人咁，寧願捱到最後一刻都唔捨得放手，就算明知自己已經行落坡。呢個問題冇標準答案，但葛蘭用62年嘅沉默俾咗一個佢自己嘅答案。萬波女郎散場了，多謝佢陪世人跳咗一世。